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这个是我们嘅欢喜看10月21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其中赖清德以感恩为出发点，第3摆上北展开庙宇等宗教团体拜社。不过上午第一会却被国民党籍议员敲击，果然在地庙宇但无人，甚至批评伊忘本，佮无顾市政，自己无悔要选总统。对此，民政局长替市长一一来澄清，市长行程但顺势感谢各地对台南地动的观看。因为宗教业务属于市府民政局范围，毛市长赖清德日前对台北开始锁定各宗教团体台南进在感恩行程，再次引发议员关心。议员蔡辉首先开炮，指个现在市长若是要选总统，来感谢爱全国走透透。另外，议员王家珍更敲击台湾大小灾难不断，市长到需要拢行到。因为这款的历史已经无以市政为重，质疑背后的动机。管之星啦吼，宗教团体拢会去。对，你是讲新北市、台北市看咱是去行，哎呀，全部拢有啦吼。因这手头资料，全是管得足济，都拢行透透啦吼。对，拢会去。哦，啊，你个真正要选总统啊吼？无啦，全国的庙宇团体都会去嘛。纯粹市长是纯粹就0206的部分，因为对啦，我咧讲0206。对咱台南市，我即摆咧问你讲，0206全部有甲咱台南市捐款，市长特警就走啊到，你甲拄仔讲意思我咧，拢会去。哦，啊，你个要选总统无是，甲全国走到啦。甲选举完全无关系，纯粹是就0206，因为市长有感受到咱所有这宗教团体对咱的关心，议员说明，跟议员说明哦，市长整个行程的规划，人情礼数该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圈子里也这么多年了，台湾大小灾难不断。说实在话，赖清德市长的礼数周到到让我们啧舌。他背后他到底在盘算什么？还有2年，台南没有事吗？台南没有问题吗？市长还是以市政为重啊，哈。可是，所以整个行程的安排上，哪一个市政首长？都还是以台南市的市政推动。另外，议员詹培雅嘛质疑外地宗教团体较比台南捐款较济，批评市长无以台南开始感恩，颠倒对台北开始，无怪引发外界有选举等政治动机，所以提醒市长正规矩要摆树头。至一路行来，军队赖市长必须重用的民政局长陈宗彦，甚至议员嘛讲，传闻伊就是总统府的秘书长人选。副局长伫会中记别定情，台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市府民政局甲一卡通票证公司合作，对去年4月份开始推出的台南市市民卡，原本就希望成为市民的第2张身份证，不过一直到今申办的数量无到2成，上午嘛成为议员质询的焦点。议员要求增加优惠等功能，甲使用方便，才有法度人手一张。为了凸显以卡通对发行高达开遐济人民的会馆钱投资，结果市民持有的比例无到2成。议员王家珍也要求会中民政局以及主管以及37区的区长甲代表提出家己的以卡通。议员质疑就是无够利便，连家己人拢无捧场。认为这款的成效是要安怎说服市民？另外，议员詹培雅嘛批评发1张卡，竟然要等1个半月效率，根本是利点公民。台南的生活形态来讲，你们2年了，市库花那么多精神，花那么多我们的市库的公款去推这个一卡通也罢，市民卡也罢，到目前为止叫做成效不彰嘛。你们自己人都只有10几个，这边有上百个，都只有10几个。这样子的成效，你如何说服市民？卡通公司对这个业务一定要专业，而且来对我们，咱互伊方便，咱互因钱赚，伊要对咱台南市民、对咱台南市政府、对咱区公所有一个交代。所有的这个悠游卡跟一卡通，现在在所有的生活的使用上，其实现在都一样了。
之前可能伊卡空刚推，所以它的比例上不一样。第4个我要特别强调的，优卡的名股的部分，现在它是一个民营化公司，所以它的名股的部分比公股还多。那伊卡通公司现在是以绝大部分是以公股为主，所以等于我们在使用上，我们回馈回来等于还是到公兔去，等于还是以全民的利益为多。会中民政局长一一答复，不过连港东议员董品娥嘛质疑占有率，要求市府加速加在地店家签约增加优惠来吸引民众办卡，同时规划线顶申请来方便民众。而且咱台市只有甲31间的店家来优惠，但是咱去年9月。人桃园开发型的这个桃园这个市民卡人因的店家咧有579间优惠店家，优惠店家的多寡，嘛会影响到学生去申请意愿嘛，对不对？伊卡通本来就定做台南市的市民卡如何增加功能、冲关使用率、减少甲台北、高雄等等的所谓落差，甚至未来要取代身份证，拢有待考验。电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根据了解，目前嘉义、屏东以及其他5都等县市拢已经调整户政事务所的组织能力，等到是咱预计要到明年中旬才有可能完成行政作业。对此，议员李文静、陈丁等人上午对来关心相关的进度，嘛要求民政局虽然户政组织合并，不过未来服务品质未当拍折。民政局长陈宗干表示，对2党前应开始进行组织改造计划，要将全市37区的户政事务所合并为18区，所以只要主任出缺拢无要补。不过，该组织变革，上午包括议员陈丁、甲李文静等人拢纷纷关心。会中虽然要求加速改革进度，嘛烦恼人力的调整合并以后，敢会影响民众车工的权益甲服务品质。在观察说，我想不管其他的议员包括这个赖员也在说就缩减了，一定会影响啦。就是对于民众在办理一些案件他们担心就是会受到影响。那我们是期待说。人力的调整是原来很多案件地方可以更快、更迅速的办完，是民众的便利性也不会影响到，要增加啦。对，便利性要增加。第2个是民众的便利性也不会影响到，第3个这个整个组织的这个合理化也会去兼顾，整个组织的合理化也会兼顾，所以我们有包含了这几个。然后第4个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这个完成的调整。也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冲击，是，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一次，这是局长的承诺啦，但是。民政局长强调，正因为该案卡伫需要内政部核定，组织才当完成，相对有较复杂。不过局长信心满满，调整以后，原来户政事务所的服务据点依然存在，除了兼顾组织的合理，连偏向服务同款未拍折。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在地议员这顺民政局业务的同时，号名亚洲知名国际巡回展第1站就伫议会大厅来登场，其中包括小英总统的画像，以及知名画家中义雄的白桥人生等将近78珍贵的艺术创作，拢要予民众大开眼界。现在带大家做回来欣赏。亚洲之水美术展台南市这个巡回展览的第1站，接续落来12月24号谈雪梨展出，2017年2月6号谈澳洲墨尔本，3月8号伫夏威夷。这个活动邀请了台湾、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加拿大等等的画家参展，各种无同款风格作品，拢伫咧台南市议会大厅隆重展出。国际巡回展台南是1站，唯1站尔。过来12月24就代表澳洲雪梨2月就去墨尔本，3月伫夏威夷，5月伫洛杉矶。这个国际巡回展伊包含真侪国家，
有台湾、日本像这位张玉荣老师12岁就去日本啊。今年102岁，5月过身，33年拢住伫法国。伊是咱台湾人第一个受法国法国沙龙法国沙龙学会认定的画家，嘛是法国政府培养的，互伊艺术家这个最高奖的。咱台湾的政府伫2000年嘛，互伊这个文化最高奖。这届展出的艺术作品，就亲像是整个台湾的历史旧影，显现出台湾各地水，也描写台湾艺术的过程。这个难得一见作品，亲像是百岁国际知名画家张义雄老师的大白作品《分鼓吹》等等，伫咧现场拢有展出。为着要帮助瑞虎6岁小朋友，部分的作品要做爱心义卖，欢迎民众来挑选。今天是我们巡回展的亚洲巡回展的第一站今天在台南市议会的大厅非常好的环境这一次的展出呢应该内容很丰富，其中呢有很多艺术家自动自发的要来参与这一次的主题是来做义卖有部分的款项呢要捐助我们瑞虎启示中心所以这一次呢希望社会上的企业界或者说一些好朋友有空来参观，顺便来认过我们这一些作品。伫遮有油画、书画、水墨等等将近70件作品，隆重伫咧台南市会大厅展出，邀请民众前来欣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第25届全国空河自由河风杯运动会20号伫真理大学隆重展开。一透早伫开幕典礼当中，80个单位超过1200个朋友拢真有精神的进场。当中包括中央甲市会长官拢亲自到场替选手加油鼓励，除了希望朋友透过活动增加自信，同时嘛需要社会大众的接纳加支持。为着积极营造全国空好自由的健康生活，展现平时的保健成效。卫生福利部嘉南疗养院20号伫台南真理大学举行第25届的风风杯运动会。开幕典礼当中，空好朋友穿运动衫，踏着真侪脚步入场。丰富的物产，让在这块土地调养身体的南投县联队有充沛的活力，满满的热情。我看到他们在这3-4个月的集训当中，看到了有不一样的改变，比如说他们的自信心、荣誉感，还有人际关系、负责任的这些部分，都有了非常不一样的改变。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活动跟其他各单位也一样，应该是能够把这个治疗融入活动里面。昨天我跟我们在代天府600多位的选手聚餐，我也看到大家的士气高昂。好，我想大家都想尽力去赢得这场的比赛哈。因为真心朋友长期遭受到污名化，致使因伫中华社会过程当中拄到真侪困难。近年来，台南市政府非常重视弱势族群，
也希望这着政府和朋友得到更较侪社会支持力量。台南市政府是一个真重视咱弱势团体的服务政府。咱是一个文明的首都，嘛是一个文明的古都。文明的首都，文明的古都，毋是讲这个所在有偌济文物，这个所在有偌济景点。上重要的是讲，这个所在人民到底有偌济文明的素养。文明的素养表现伫对待咱规个这个城市的弱势团体。咱嘛真侪帮善这的人来甲伊做学生的这个辅导奖学金的这个补助。咱另外伫3天前来举办着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嘛得到真侪人对台南市政府这个肯定。今仔日感谢咱的卫福部，咱的这个盛司长，嘛互台南市这个机会嚟满到真理大学这个所在。甲过去无同款的是，今年运动会特别增加福建新歌的电视单位，邀请空好朋友将新歌甲大家分享。期待透过红红杯运动会，和社会大众对朋友有无共层面的熟悉，嘛会更加尊重甲包容真心空好之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3天前开始，大陆厦门理工学院的积极执行产业对接计划，来台湾找找互相合作的对象。对出现率先甲南台科技大学合作已经3天，今都有2班的厦门学生来到南台，除了学习汽车机械实务课程，嘛成为两化良性的学术交流。南台科技大学汽车机械系今年对9月份开始增加了2班，总共76位学生，拢总是对换中国大陆来的厦门理工学院学生。因透过台面对接计划来体验美丽台湾，并感受台湾的学习风气。其实整体上是没有太大，就是一些老师教学风格上面会有很多不同。台湾的老师就更注重一些跟实际的结合，还有一些案例的实际分析，然后。那大陆基本上就是注重于课本上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结合案例会相对较少一些。课程安排相对我们那边安排的会比较有更多的自己空余的时间，可以去探查更多的知识吧。因为我们那边就是从早就是到晚的话，课程安排相对较紧。像这边，因为我听这边老师说，台湾老师好像不会安排在。就是早上8点开始上课，因为他们会从早上9点，我觉得这点比较人性化，因为学生嘛，因为晚上总会有一点，就是各种各样的，他会熬夜之类的嘛，然后早上可能会起不来，精神状态不好，所以说早上如果还是8点上课，可能会就是学习的效率不会很高。厦门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也让工学院的教授在教学过程留下深刻的印象。通常都是。老师还没到，他们全部都已经到齐了，跟本地生有时候往往会姗姗来迟，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一点在学习上是可以作为本地生的一个榜样哦。那实际上他们在学习上也非常的好哦，不止态度哦。比如说我上他们一门课叫工程材料，那本地生呢在回答的话，写的东西呢大概都是陆生的1半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陆生需要我们需要看齐的地方哦。那陆生上课的情绪也非常好，下课会问很多问题。如果你跟他讲说我们没有上完，我们来补一点课好不好？大部分的人都会赞同，但是本地生呢就会就在考虑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两岸交流之后我们了解的现象。那我在其他课程我也会把陆生的这个状况告诉我们本地的学生，让他了解彼此之间的竞争力的消长是如何。南台科技大学以实务为重的教学宗旨，不止培育了侪优秀学生，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学校积极接触，希望多多交流学术上的经验。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台南知名购物中心对27号开始将推出个人接受到相关的日本商品加北海道的美食柜，业者表示现场总共有30件的日本品牌进驻，就是要后民众唔免出国，就当买到北海道的新鲜鱼货以及限定版本的特色点心。
无论是北海道的低温冷冻专送喜会、新鲜干贝，或者是日本北海道地区限定的脆食面啊、甜点等等，即马想要买，唔免出国飞到北海道，全部拢伫知名百货4楼的乐活广场就买得到。因应台湾人对日本商品的强烈喜爱，这届知名百货公司举办的北海道美食展，希望会当满足消费者。那每次的日本商品展都非常的以台南的乡亲都非常的热衷跟踊跃。那每次办完了之后那台南的一些消费者就很期待下一次的是不是有更新的一个日本商品展？那我们这一次大概我们知道台南对日本商品的热衷跟他们的喜好。那我们这次特别从北海道找几家，大概6家新的完全是北海道的一个日本商品到我们南港购物中心那趁这次周年庆的预购跟周年庆的开始我们特别办了这个日本商品展。那其次还有从京都邀请日本国宝级的国宝的银雄大师会莅临我们台南南港购物中心来做亲自的敲打制作这个银壶怎么制作这个在日本是非常非常悠久听说也是好几代，在日本是属于国宝级的。即日起开跑的日本北海道美食展，现场也有专业导师表演如何将一只鲑鱼对头到尾完整的处理，最后成为一块一块的沙西米。业者也请来日本舞蹈的专家，用美丽的姿态替特别会起兴更侪灵调。北海道美食展对10月21号到11月2號這段時間舉行，現場齊齊豐富的日本商品，歡迎民眾來品嘗、體驗日本北海道美食的吸引力。台灣新聞網採訪報道。下面關心詳細天氣變化。明仔是濟雲短暫晴好天氣，溫度27度到32度，落雨記錄3成。海面平均狂烈7級到8級，上大陣風10級。感謝收看10月21號的中嘉台灣新聞，我是郭文傑，祝你平安，再會。